向前按左，我是希丽玲，欢迎向前朋友早晨的9点半准时的面部头前来收看客家新新闻的直播。今天是5月20日，拜四。嘅草编呢5月啦，也嘅呢拜三嘅時節，總統、副總統出來舉行第15任嘅就職典禮。唔啲鄉親朋友像草編呢，早晨有當道嘅發通，韓國安部嘅時節，各地嘅態度都有同樣腦背嘅火爐嘅點出來。本大家看到同防疫期間有很多防疫影響，故所呢也嘅主題係keep zero be hero。故所呢就係希望講拖亞博嘅防疫按艱難嘅時節，全台灣嘅人愛團結起來對抗亞伯嘅疫情。草編嘅5月人總統就職公演，第八度呢沒有先講到防疫有很多按艱辛一步一步行過來嘅亞條過程，而就夾來帶鄉親朋友對時代報紙來看起事。首先今日先來看到嘅係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呢就會發現同平常時有啲嘅唔同樣，因為呢今邊嘅蘋果日報也嘅頭版呢係針對也嘅5月人就職來做出嚟跨頁嘅也嘅全版嘅大版面，你就會看到平常時是有一半天，不過今邊呢話歸太重有按太重，第八都會主題先講到嘅蔡總統佢很同對岸展開對話。韓國下半呢又針對目前嘅素材，比如講要做表嘅，帶鄉親朋友一一來看。一篇係講到蔡英文兩任呢就職第八度嘅內容來作為比較。先前蔡總統嘅頭一任2016年嘅下，韓國呢100天一任展開嘅天100嘅就職公演係講到嘅乜嘅？呢度係針對台美關係，韓國呢也祝福嘅外邊係用乜嘅形式來討就職第八度呢來本大家看到外邊嘅講法。韓國現場嘅規模來參加民眾咪係有一個感受嘅情形，兩岸關係又係樣嚟講呢？人對兩岸來看其實2016年嘅下，總統就批評蔡總統嘅就職公演係一個盲完成、盲寫說嘅答案權。另外呢，2020年兩岸關係也偏係中國方面呢係針對蔡總統嘅就職公演內容來做出批評。總統呢就講蔡英文唔接受一國兩制，按係破壞兩岸和平發展政策嘅基礎。韓國呢係連結外部嘅呢條，想要用疫情來希望愛潛獨立，也係兩岸鴉片呢。蘋果日報頭版鴉片作為詳細嘅說明。好，因為實在太重嘅，老幾拗下來對位。就係愛講到亞嘅兩岸嘅部分等個下人會帶鄉親朋友透過新聞報道來看到中國方面鴉片係樣嘅回應。鴉片呢來看到就有學者針對蔡總統嘅講演有來評論，佢就講100嘅講演內容就係愛片面來引起兩岸矛盾嘅素材。嘅當然首先就會先對防疫講起事，鴉片係講到曹邊也嘅講演嘅內容。係愛行少防疫做到按暫定嘅成果，咪愛帶出接下來後疫情時代，愛來繼續拼經濟嘅演進。一篇就有學者講，蔡英文嘅講演呢係用政策延續來做100嘅主題，主要就係因為武漢肺炎嘅疫情，一下改變咗全世界政治經濟未來嘅發展方向，韓國停電咪影響到台灣經濟環境。就經濟層面來講呢，今年土槍前一日就會有當到大學畢業生，也就係一般講嘅社會新鮮人愛創業嘅，佢一定要愛潛條路，天才會得到動態嘅生涯危機。故所政府愛做得同佢一條天數，其實也部分就既然愛當困難嘅。故所現時內政行做得做到嘅部分，咪是由同一下本單處的規劃嘅政策繼續做下去。也係內政嘅部分哦。接下來兩岸關係，也學者呢就有分析講，蔡英文現時還係用數嘅方式來應對，對待兩岸接下來會有乜嘅新嘅回應呢？會再個繼續有新嘅回應，唔會調試來引起兩岸當中嘅矛盾。韓國呢，中國方面針對100蔡英文講演嘅內容係樣嘅回應，帶鄉親朋友來看到人嘅新聞報道。
总统蔡英文5日当秋节公演对两岸关系重申和平对待、民主对话基本原则，且对唔接受一国两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唔承认依照中国原则嘅教义强势，但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嘅政治基础。上会同外部势力合作，利用一切上会通知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嘅基本方针，且对唔同各种形式嘅推脱分裂法通留下一号空间。态度动向硬，中国学者认为蔡英文嘅秋节公演同2016年类比冇进步。在他2016年的讲话里边提到9·2会谈，但是在这次讲话里边他没有提到，这是一大缺憾，是一个退步，要在立法机构成立所谓的修宪委员会，是否是为法理台独预留一个空间？蔡英文喺公演当中同中国宪法希望做啲重启对话，唔过保证公演比为先看系点用嘅基础上来做对话，系两个国家行嘅异地国家，也系嘅事业面前出来嘅前提。对中国坚持教义强势，刘美非常认为历史已经改变呢。我想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了，这些部分已经不需要再去重复了。拒绝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坚定的底线，我们不屈服，我们不挑衅，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政府的立场坚定一致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绝不退让。刘美美态度动向硬，被英国台判嘅统一公法，能为立法院成立修宪委员会，为接触到敏感嘅两岸议题目，有随身认为宪法修改尝试系东洋嘅是有社会国土嘅强势。记者郭彩燕中国电台北报道。就头新年前，2016年，江市内蔡政府蔡总统喺展开嚟接头一任嘅总统讲言。江市内起初有讲到9年强势亚拜嘅会谈，不过亚拜天一任2020也就喺草本嘅嘅秋节公演当中係全冇讲到，因為有安尼嘅情形呢，咁下呢啲新聞條都未看到嘅。也嘅呢位非主委呢，就講也嘅歷史因為呢，既然有新嘅立場比嘅歷史研究新嘅一頁。故所嘅就當然唔會講到江市嘅1992年嘅會談歷史嘅事實。蔡總統呢，籌備嘅秋節公演當中，咪講到希望愛同中國大陸佢講係對岸，希望呢兩邊愛展開對話。不過國台辦實係回應講，佢哋反對獨立係希望愛有融入安尼嘅情形。故所中國時報也片頭版頭條嘅標題係下定。蔡總統秋節公演冇講到9年，還個提到愛修憲，學嘅就小片呢兩岸強怕殺下來，會硬壓起來，也係複雜嘅觀點。殺下來呢，對聯合報進一步來看到修憲嘅部分。聯合報也片呢頭版頭條就係先看到亞總統係蔡總統，還個順行有賴清德副總統嘅兩公婆，所以呢啲亞片來翕一張同大家來約束嘅相片。聯合報頭條係講到後年會啟動修憲復決，希望同大選共下來談，也就係2022年過後，亞片呢有千希望講我哋做到亞嘅修憲會同大選共下來談。聯合報嘅內文有講到因為籌備總統有講到希望接下來會成立立法院會成立修憲委員會，過來的亞片有做了解講到民進黨版本嘅修憲就接下來希望講針對唔單淨係18歲嘅民眾呢，要有公民權，針對也部分而修憲以外，做了解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會成立修憲小組，同府院黨形成修憲共識，還會提出民進黨版本嘅修憲草案，唔會是處理18歲公民權也就問題添，還會涉及長期以來大家當地嘅議論同討論嘅中央政府體制，還有人權條款也等議題，都會繼續來討論。不過其實呢，要做到修憲門檻標準清國我來看。總統蔡英文天任期先是企圖修憲成立修憲委員會，但是修憲的標準當高。立法院立委做下預報23日，民進黨有60席，雖然係過半，但是就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雖然有立法院4個月立委29個提議，經過修憲委員會審查通過了後，還要全體4個3個立委85個立委出席，當中有64個立委建議同意了後，修正案將送出立法院，民進黨一天愛請派了進黨來支持。呼應了
民众党成立修宪委员会降低公民参政的年龄到18岁来保障青年参政的权利这是我们觉得高兴的。蔡总统今天其实也有讲说，这是最优先的要推动的议案，那我们也是全力支持。我们希望这个有共识的部分，18岁公民权这部分能够早日可以完成。针对蔡总統用大票旗下小到18歲轉做小憲貼一鋪，民眾黨時代力量係肯定，但是國進黨嘅小憲主張態勢係講18歲公民權，民眾黨呼籲3票參政年齡限制，時代力量強調小憲單選法。親泰蔡野黨國民黨未贊成18歲公民權，參選年齡應該下小到20歲。國民黨就是講其實要求蔡總統愛提小憲相認同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早上，樂見總統也正式回應修憲的議題，但是我們同時希望總統在接諸修憲議程的同時，能夠先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嚴格內涵展現更多的尊重。執政黨同蔡野黨對小憲有初步共識，但是小憲案除了選案的標準，還要做法公告半年，經過選舉人公投，有效同意票超過選舉人數所餘一半將失德。2020總統選舉人數2931萬1205人，一半係965萬5553人。比蔡總統卸任連任827萬得票率的前高紀錄還較多，係小憲案係未通過嘅次每日的標準。前檢嘅200小憲係16年前由300個人目前的國泰代表否決通過廢除國民泰會同立法院4次監辦的內容。記者綜合報道。蔡總統籌備同520秋子公園地度就講到話，接下來會啟動修憲委員會，愛成立亞洲委員會，來針對憲法按樣嘅來修改，繼續來希望簽到朝野嘅共識。不過呢，其實也嘅標準真蠻高。繼續來關心到，時態報紙出來講關心嘅有兩大部分，一則就係520秋子公園地位度有馬街神聖嘅內容同討論以外，另外一則就係疫情了。講到亞嘅疫情呢，看到自由時報頭版頭條一篇當然係關心蔡總統嘅連任公言，講到要建立台灣品牌戰略嘅產業。不過下播一篇來看到同疫情有關呢，就係國建愛並用工商嘅食材係當少，故造就希望政府愛做下抗體地位，韓國屬土未愛加價。先對自由時報一篇來看，再過來看到接下來嘅新聞報道。針對國建愛用嘅並用呢，工商團體就呼籲講，政府要積極做規劃，韓國並用邊境管制嘅具體做法。因為台灣係主要係做出口外銷嘅，恢復正常嘅貿易，韓國商業嘅交流就係疫情過後要振興經濟當重要嘅一部分。因為人事指揮中心係宣布講，韓國呢係規定商務人士、韓國外交人士要經過一天嘅申請嘗試，人事係做得來到台灣。不過呢，來到台灣過後就要經過居家檢疫14日，也就2禮拜。有人就知道講，人事以前合法呢，係唔係要並用呢？故所呢，指揮中心就講為了研究看要用嚟並用。故所人士針對商務人士，我嚟做規定牢記並用，來看到詳細嘅報道。根據連續13年冇人確診，第38年冇本土個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特別準備告知用荷包上進進度零，希望繼續維持安尼個情形。看到前面玉荷包哈，那就代表會有很多零啦哈，現在代表都哈很多零，希望能夠繼續持續。聽見疫情竟然見反覆，交通部本來規劃國內的開放措施，包括6月起始開放松鐵這些東西，5月節連續2年起始恢復機票同自由艙，8月起始取消戴遮掩、量體溫的措施，10月取消邊境封鎖的調。還是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在戴遮掩的前提下，佢同意賣自由艙，開放吃東西沒冇意見，但是反對開放賣機票。返鄉的人非常多，造成非常困擾。那我們建議最多也只是做一個有限度的開放就好。那講有限度的開放的意思就是反對嘛，哈。另外，商務來台規定未空天為並用，指揮中心表示，緊張到來台居家檢疫14日，可能影響短期商務行為，所以為咗外省人士關心疫情風險，居家檢疫嘅天數減少咗第5到第10日了後，自費採檢，陰性嘅人先出門，但是要持續空間管理。
7天之内它的一个确诊病例数的比例，那大致上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或者比我们稍高一些的，我们就认为它风险是相对的低。指挥中心表示，联合岸上开放疫情真地风险嘅国家，就係紐西蘭、越南；地風險國家就係澳洲啦。詳細嘅細節同時間日期，我哋個討論。記者賴崇明、張良祥台北報道。而先開放哪啲國家呢？聯合報下半日片沒有講到，從邊發言人總影響呢？佢講到開放商務人士來到台灣，會優先以疫情風險極大，也就係非常大，也係講要分嘅項目係大嘅國家為主，像係紐西蘭也就係算極大風險嘅國家，入境嘅人，故做佢哋自家檢疫。第5年過後，就做得自家出錢去做核酸檢驗，係講人性就做得出去腦波嘢，也係用一個疫情風險來做殺下來，並用商務人士來到台灣嘅標準。另外呢，一個有關後疫情時代按樣嘅提振經濟，振興期呢已經規劃親密結團呢，等正式確定過後，就會確定公布出來。故做聯合報、韓國呢中國時報鴉片，就有做出相關的討論。鴉片係講，振興期會用再加一本按嚟像普惠按嚟嘅方式來發本大家，按算前一日會開始實施。另外呢，中國時報鴉片講有關振興期嘅部分，但係鄉親朋友用當日嘅速度來看啊。中國時報鴉片講振興期會加碼，1年多時間，實際就拿得到1,500。電子支付，韓國呢用一個實際資本的方式，2種搶下來做，規模就會辦過到300億元。朝野呢咪批評講現時實在振興做到太慢呢，朝野都希望夾上來，故做呢就緊決定一個政府提高加一個振興的速度。近邊嘅其他報紙關心嘅就係有關5年秋嘅公演嘅內容，韓國呢疫情後疫情時代按樣嘅原因，讓嘅繼續行工前，因為一下全世界確診人數其實還係東陽條，清醒嘅一個數目是全球確診已經正式突破為500萬人呢。不過一下台灣嘅疫情控制下來，還係維持到440例。我用馬嘅清醒嘅內容，清醒嘅公布，向鄉親朋友下晝2點，聽聽下個清新聞來關心疫情嘅清醒發展。下晝再會。下個清新聞，下個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清醒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 網站 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新聞。